大家好，我係邦仔，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一宗2013年嘅工傷死亡個案，編號就係 DCEC 1673/2013。咁等大家知道下，就算係心臟病發猝死咧，都有機會俾法庭裁定係工傷㗎。呢宗案嘅死者係一個地盤工人，咁佢喺天台做嘢嗰陣，突然間落大雨喎，咁咧於是佢就跑去玻璃屋避雨啦。點知突然間就跌咗落地，跟住咧送院後咧就證實死亡啦。死因就係缺血性心臟病引發嘅心律失常。咁僱主當時就話啦，佢係心臟病發，同工作冇關嘅。但係家屬就認為佢生前工作壓力極大，長期加班先至出事。喺講呢宗案件之前，先要釐清一個法律概念。好多人就以為啦，工傷咧一定係外部意外，例如俾物件剝親啊、由高處跌低啊咁樣。但係其實喺香港法院早前咧就已經接納咗內部意外嘅概念啦。咩叫內部意外呢？咁即係話身體入邊突如其來嘅生理變化，例如一啲心肌梗塞啊、動脈瘤爆裂啊，只要係非預期、非人為設計嘅，都可以定性為意外啊。更加重要一樣嘢就係喺法律上係唔需要證明工作係死亡嘅唯一原因，只要工作壓力係其中一個促成嘅原因，同本身嘅疾病構成共同原因嘅話咧，僱主就要負責，呢個就叫做共同可能性原則啦。咁睇翻呢位工友嘅處境，佢由2011年底開始，佢已經要經常加班，連公眾假期都要翻工。2012年頭4個月，佢老婆只係見過佢2次，老細就話咧，連清明啊、返大陸祭祖都唔俾佢請假。而嗰段時間地盤又趕工喎，原本2月要完工，就拖延到5月。僱主咧就要佢橫跨幾個地盤去追趕呢個進度，呢啲都係一啲關鍵嘅事實。除咗事實咧，證據亦都好緊要嘅。工友嘅口供可以證明嗰段時間係咪特別忙，有冇趕工，死者當日嘅狀態同埋平時有咩唔同。另外就係一啲醫學嘅證據啦。呢宗案進行咗解剖，揾咗2位專家醫生出庭。雖然意見有分歧，但係法官咧最終都認為死者嘅心臟病同長期工作壓力、疲勞之間存在共同導致嘅因素，所以裁定呢宗猝死個案屬於工傷死亡。如果不幸遇到呢啲類似情況，我哋要記住以下3點：第一，盡快去勞工處海港政府大樓嘅死亡案件調查組落案，要求官方調查。勞工處有公權力可以向僱主、警方同埋工友索取資料，呢啲就係家屬自己做唔到嘅。第二，僱主可能會俾一筆恩恤金叫家屬去簽名嘅，咁大家要小心睇住啲條款啦。如果純粹係恩恤冇附加條件，收咗你都冇乜所謂。但係如果係要放棄一切追討嘅權利咧，就千祈唔好簽啦。第三，解剖係好緊要嘅，心臟病啊、中暑呢啲內部原因咧，唔解剖根本查唔到真正嘅原因。如果想為死者討回公道咧，解剖係必須嘅。呢宗案係香港少有因為心臟病猝死而成功裁定工傷嘅案例。佢帶出嘅信息好清楚，就係工友唔係話自己有病，僱主就可以置身事外嘅。只要工作係其中一個原因，法律就會保障你。如果大家或者身邊嘅工友家屬遇到工傷問題需要協助嘅話，可以隨時同我哋工傷工友及家屬互助協會聯絡，可以致電我哋嘅熱線35909921或者 WhatsApp 68055867過嚟查詢。大家亦都可以瀏覽我哋嘅網站，了解更加多嘅工傷嘅資訊。多謝大家。